呢支部隊打響正規軍抗日第一槍，斃傷日軍萬人，迫使日軍3億主帥，延緩日軍侵華5年。呢個地方百萬出征3000歸，民間因此有戶戶掛白綾的悲壯記載。無月不成國。如果不能制裁呢個日本，世界永不能和平。如果不行，我哋12路軍終於是犧牲晒，而去請我哋中國同胞嚟共同嘅子女抵抗呢個暴人。戎馬好種都似假，辛辛勞碎任艱難。家書2載叮嚀記，不掃倭寇誓不還。
上灘頭夢，泥濘裏片哭聲。長天碧血，煙火斷，惡浪亂，歌聲已來，殺邪魅浪翻卷。照途外聲是同傳。